思密达的记者会正式开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杨达，今天非常荣幸再度各位主持服务 CT 山路思密达。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去年6月12日，我们举办了一场发布会，受到了各界的高度关注。不到8个月的时间，拍摄完成了，也要正式首播，在2月8日正式首播。我当时在想，只有10天的时间就要拍摄10集的节目内容。我在最上面在滑，还看到说，哇，滂沱大雨，真的可以顺利拍完吗？没想到我们的大团队真的很了不起，拍完了，也即将正式首播。我在这边先敲完许愿，我真的觉得西气山路思密达会成为今年金钟6·1的大热门哦，所以大家10月中下旬的时候，请把时间锁定留下来。那我呢，透过主办单位提供了10集的节目，我希望说10集我都要看完再来主持，结果他们非常的吝啬，可能客家人是吗？只有给我4集。但我看了4集之后，我发现我一开始还想说他们的默契怎么样。一开始可能开始有点含蓄拘谨，结果没想到我看了4集，循序渐进，不时露出姨母笑，非常的温暖、可爱、疗愈，太可爱，火花四射。所以我真的觉得主持人奖也非常有机会，让我们拭目以待。不过西气山路思密达非常感谢很多的平台跟单位，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个列表，掌声谢谢合作伙伴，感谢。接下来一一的唱名今天的与会的贵宾，首先欢迎的是平台贵宾，中华电信个人家庭分公司陈淑玲副总，欢迎。欢迎 LINE TV 冯英奇副总，三立电视陈启超副总，三立电视都会台陈真昌监制，欢迎。再来欢迎的是贵宾以及合作伙伴，艾迪瑞奇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陆宝刚董事长，好。蔚山资本股份有限公司林伯俊董事长，因为名单真的很长，不如我一口气唱完，我们一口气再拍手，好不好？来哦，风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郑仁豪董事长，今天传播国际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陆敬天董事长，台湾达人秀王义杰 CEO， 欧都纳陈坤董事长。多大整合行销辛迪 CEO， 打破常规整合行销楚美如 CEO， 蜻蜓设计行销有限公司林于勤执行长，沙发马铃薯肖明俊，千里步道协会徐明谦副执行长，台湾张之细路协会陈志忠总干事，关西古道工作站缪美琴站长，诗坛工作站的李业兴站长，还有唱名贵宾主创团队。这个唯一的唱名好了，都在现场了，很重要。Billions Company， 新花手在哪边？谢谢谢谢。来，再来欢迎是沈丹贵导演，欢迎，欢迎严维尼制作人在吗？哦，不在不在 ，OK。再来客家电视台的向盛妍台长，欢迎。客家电视节目部罗义礼经理，欢迎。客家电视生活资讯组的陈雪玲组长。客家电视邱应竹制作人。客家电视的钟心如企划，欢迎。准备好咯，你们的相机跟摄影机，谢谢各位媒体的高度关注。我们依序有请以下的4位主持人上台给各位单拍。首先欢迎的是他的 YouTube 观看人次超过2.3亿，总共有93.7万人追踪，热情掌声欢迎肌肉珊珊。肌肉珊珊拥有近94万订阅的南韩人气 YouTuber， 影片总观看人次更是突破2.3亿，对台湾非常熟悉。
这次在客家电视西溪山路思密达客家古道行旅实境节目当中，肌肉珊珊成为台韩巨星之间非常重要的沟通桥梁，是节目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珊珊在节目中除了展现敢猪胆肝的力道之外，也被李俊荣先生称赞声线很适合演戏。你今天会穿太多吗？一点都没有肌肉，珊珊只有珊珊没有肌肉了。OK， 好帅哦，某西手哟，谢谢。好，旁边稍作休息一下，可以了。好，旁边稍作休息一下啊。OK， 再来热情掌声欢迎我们的男朋友首播日，也就是他的生日，欢迎蓝悠贤。哦，哇哦，好帅哦，好帅好帅！你自己摆 pose 哦，老师帮我 cue他，自己摆 pose， 我来介绍他的丰功伟业，好吗？ 네, 지금 포토콜 시간인데요. 그래서 여러 가지 포스 좀 취하면서 사진 찍으면서 저희 진행자님을 그 우현 씨의 소개를 하게요. 南悠贤先生是 Inspirit 心中最佳的男朋友。经常造访台湾的南悠贤先生对台湾以及粉丝 Inspirit 有着非常深厚的情感。节目当中，客家古道让悠悠的创作魂大爆发，沿途不时哼唱即兴创作曲，还跟李俊荣先生一同一搭一唱客语电音舞曲 rap， 更唱了客语歌《天公落水》。很厉害，悠悠途中呢遇到的路人都会主动的问候说是宝吗？成功燃起了客家魂，也是本节目的活力担当。你不是很喜欢画一个大爱心，然后发射弓箭吗？ 하트 모양 그리고 화살을 쏘는 거 좋아하신 거잖아요. 对他们发射一下好吗？ 한 번 좀 쏟아주시겠어요? 喜欢吗？喜欢喜欢，要不要再一次？好，谢谢谢谢。悠悠旁边稍作休息，接着热情掌声欢迎金钟奖最佳主持人，本身也是新竹竹东客家人，欢迎洪小刀。啊，帅帅帅帅帅！你也色啊？我没有 Q 哎。好，那你再来一次，再大一点的心。好，你先拍照来。金钟奖益智及实境节目最佳主持人，本身也是新竹竹东客家人，在客家电视西溪山路思密达古道行旅实境节目当中，小刀要肩负起的是照顾大家的重责大任，据知出发前压力也是山大，但看了节目之后呢，你深深感觉到小刀真的是暖心的大哥哥，充满友谊的凝聚力，把成员的心全都串联在一起。金钟最佳主持人绝非浪得虚名啊！希望带领团队获得你的金钟第2座主持人，然后他们的第1座，好不好？谢谢刀哥，谢谢谢谢，机器旁边上。压轴登场，韩剧女王，韩国3金大满贯影后金荷娜小姐，欢迎。哇哇！ 我们先来 photo call please. 네, 지금 포토콜 시간입니다. 韩剧女王，韩国3金大满贯影后金荷娜小姐，生涯首度的海外节目主持就献给了客家电视西溪山路思密达。平时就爱旅游，喜爱学习不同文化的金荷娜小姐，在节目当中除了和客家乡亲互动，挑战自身的体能极限，更品尝了大量的客家美食。有道客家料理，据知她喜欢的程度已经超越了她心心念念的牛肉面。等一下再请 Sky 金荷娜小姐娓娓道来，可不可以来一个爱心하트 모양 좀. 哦，昨天你还记得那个搓脸的手势吗？你有点害羞。 그 얼굴에 이렇게 찌르는 포스 혹시 기억하시나요? 被小刀 Q 的搓脸手势可以再一次。哦，可爱，融化。谢谢 Sky 金荷娜小姐，请留步，4位一起合体喽。 네 분이 함께 사진 찍겠습니다. 明显是2对情侣，哎，有排序哦，是有算过八字的站位哦。珊珊来我这边，再来小刀，
Sky 南优贤，哎，明显是2对情侣哎，你们是大自然组，男 CP 难上加难，他们2对哦，真的耶！来看一下，4位看向中间的摄影镜头。 네, 가운데에 카메라. 4位视线看向中间的摄影镜头。 가운데 카메라 먼저 봐주세요. 4位视线转向左手边。 좌측에 카메라 봐주세요. 4位视线转向右手边。 우측에 카메라 봐주세요. 来，中间再来一张。 네, 가운데 한 장 더 찍겠습니다. 一起看向中间后方的电子媒体。 네, 그 뒤에 카메라 사진님한테 시선 좀. 挥挥手，这样好不好？2 CP， 你们组一个爱心，他们2个组一个爱心。 네, 커플 두산이니까 서로 하트 모양 해주세요. 好，视线再看向中间，再转向左手边， 네, 좌측 카메라 봐주세요. 再转向右手边。 우측에 카메라 봐주세요. 手低一点点，不要挡到脸。 손을 조금 낮춰주세요. 얼굴을 가리지 않도록. 好，再转向中间来一张。 다시 한번 가운데 카메라로 찍겠습니다. 谢谢，请留步。OK， 감사합니다. 接着呢，有请以下的贵宾一同上台来大合照的时间，欢迎客家电视的向台长，有请。节目部的罗经理。 沈丹贵总导演，以及合作伙伴中华电信、Live TV、三立电视的代表一同上台来就定位。哇，大家都合体了，非常的温馨的时刻。有请。好的，谢谢谢谢。我们手举牌。 조금 더 가깝게 해주십시오. 진, 아, 잠시만요. 等一下，我们来请贵宾一同先就定位，站中间集中一点点，视线看向中间的官方摄影镜头。 네, 조금 더 Close, 가깝게. 네, 그리고 시선은 가운데 카메라로. 中间观摄，我们先看戴帽子那一位。 네, 모자에 쓰신 작가님한테 먼저. 3, 2, 1 ，OK 吗？好，再来后方的媒体来拍一下。 네, 조금 더 가깝게. 视线看向中间的摄影镜头，一起看向左手边。 좌측 카메라. 视线转向右手边。 우측 카메라. 敬请期待。感谢各位，谢谢完成，谢谢你们。各位贵宾，请先回座。台长，请留步。台长，请留步，为我们说几句话。谢谢，谢谢。我们请4位艺人，请先稍作休息。我们有安排座位，对对，这边请。来，台长。各位朋友，大家好。虽然我的名字叫盛言，但请不用担心，我的发言会尽量言简意赅。首先我要感谢所有的赞助单位以及播映的平台，因为有你们的加入，才让客家得以有更多被看见、被听到的机会。And in particular,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on behalf of Hakka TV to my distinguished guest coming far away from Korea. 감사합니다. If I may introduce this program in one sentence, it would be tiny trails, tremendous Hakka, and bring the audience unprecedented fun. 係講啊，我做得
用日记为了小改的节目，我会讲细细的山路，大大的客家，大部分观众从来不是有过的满洲老小巷。我刚才讲的是，如果我可以用一句话来介绍这个节目，我会说：细细的山路，大大的客家，带给观众从来没有过的满足与笑料。本周日晚间8点敬请锁定客家天序细细山路思密达新闻台家安子姐。申梦一，谢谢台长，谢谢大哥，当然悠闲说大哥，帅气哦。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因为我刚刚说了，我看了4集，非常的喜欢，很感动。你们真的默契超级好，怎么可以那么的会装手啊？不是，马上就手起来了，很厉害。但是我们只能透过5分钟的花絮，让大家知道他们有多好的默契。而且有一些可爱疗愈的内容，我们一起来欣赏，请看。有没有什么很红的男演员，或者是歌手？如果有那个年代的女神啊，我其实很想邀请 IU 男朋友，IU 前男友啊，3个都叫，好不好？我们就找这3个。你好，我们今年夏天很适合爬山。大家好，大家好。喂，他真的来了！啊！你的表情是不是嗨起来了？高头。저는 싼싼입니다.1、2、3，来走队！然后我们的入口在哪？就在这边。来，拜拜。啊，真的吗？真的是这里。아, 이제 시작이구나 이제. 이거 한국에서 보여준 데 거기 아니야? 저 있어서 발을 조금만 헛디디면 진짜 떨어질 수도 있는 길이요. 我们可能要暂停一下下，可能要用这个。 이걸로요? 없는 길 만들어서 하는 거 아니죠, 따고? 这就是以前我的先人他们走的路啊。다 왔어요? 나이 좋대! 코너만 돌면 도착이래. 와, 나왔다. 转个弯就到了。 어디 나왔어? 다 왔다고 30분 전부터 얘기했어. 와, 이거 뭐야? 야, 이렇게 높게 올라왔어? 너무나 멋진 이 환경을 맞이했을 때는 진짜 다 까먹을 정도로 객가분들이 이 길을 분명히 오고 지나고를 반복했을 텐데. 아니, 여기를 잘 왔다. 여기 진짜 좋다. 여기 진짜 잘 왔죠. 와. 진짜라니까? 어머, 진짜? 한 번 더 줘봐. 누나 한 번 더 줘봐. 한 번 더 줘봐. 절대 한 번. 진짜? 진짜? 这样더? 第一次看到何娜姐姐这么搞笑的面。这整个旅程对我来说真的太有意义了。跟4个韩国朋友，看着他们学会一些客家话。시파오吗? 시파오吗? 시파오嘞? 안조. 한짱아. 한짱아. 앞으로 남은 기간 동안 조금 더 이 문화에 대해서 공부하고 이해하고 싶다라는 생각으로 하게 됐던 것 같고. 우와. 제 인생에서 이 하카라는 어떤 민족과 문화가 그냥 없는 상태로 지났었을 수도 있는데 이번 계기를 통해서 제 인생에도 새로운 경험. 여기 뭐야, 봉사하시는 것 같은데 정말 여기서? 사람들 있다. 그동안에 제가 산 오르면서 살짝은 입구에서 좀 징징댔던 것들이 좀 죄송스럽게 좀 생각이 들었고. 나이스 어때?
오, 뭐가 가슴이 뭉클해. 가면서 이렇게 잘 좀 밟아주세요. 와, 진짜 뭉클. 그 길을 얼마나 많은 분들이 가실지 모르겠지만, 저희가 만든 걸 전혀 모르시겠지만, 그래도 되게 그분들한테 정말 도움이 된다고 생각하니까 되게 뿌듯했던 것 같아요. 항상 건강 유의하시길 바라겠습니다. 안전도 유의하시길 바라겠습니다. 칭몽이. 우리는 4일 차지만 정말 이제는 하나처럼 가족이 된 것 같아. 不想回家. 신신살루 화이팅! 좀 오래 걷고 싶어요. 이렇게 말해도 될지 모르겠는데. 아무튼 좀 하루가 내일은 좀 길게 느껴졌으면 좋겠어요. 어떤 곳은 덤벼라. 잠깐만. 뭐야? 딸비야. 나 못 들어봤는데. 박쥐 있다고? 와, 박쥐 있었어, 방금. 거짓말. 와, 총이 온 폭포. 아, 안 돼. 진짜야. 다시는 나랑 방송하지 맙시다. 마왕고도. 밧줄 잡고 올라갑니다. 뭐야? 괜찮아. 하나, 둘, 셋. 와, 谢谢咱们，谢谢咱们。哇，太期待了！但紧接着播放一支影片，是因为今天不客前来的李俊荣先生献上的祝福，请看影片。 타이카호 나이의 리진롱 여러분 어떻게 지내고 계십니까? 여러분 저만큼이나 방송을 오래 기다려주신 것 같은데요. 혹시 시시살루스미다의 소식을 계속 확인하고 계셨습니까? 이번에 시시살루스미다 덕분에 하카 문화를 이렇게 깊이 체험할 수 있던 계기가 되었습니다. 따우따우, 스카이, 요요, 산산과 함께 10일이란 시간 동안 많은 것들을 또 체험하고 또 처음 먹어보는 음식들도 있었고 무엇보다 그런 하카분들이 걸어다녔던 그런 길을 걷게 됐었는데요. 저에게 가장 소중한 추억이 되었던 것 같습니다. 그런 경험이 깃들어져 있는 시시살루스입니다. 꼭 시청해주세요. 시몽이 나이오니 哇，我们也爱蓉蓉。好，虽然蓉蓉不客气来，今天4位主持人都要现场来好好做访问，请先送上椅子，同时来分享一下播映的时间跟平台。2月8日起，每周日晚间8点钟锁定客家电视台首播，当晚9点锁定中华电信 MOD 哈咪 Video Live TV 会上架。2月28日起，每周六晚间的6点钟锁定3立的国际台，当晚10点锁定的3立综合台。垫档的时间差不多，刚好就塞好了椅子了，很棒。好，马上就有请以下的贵宾上台来好好分享这一次的节目参与的心情。再次热情掌声欢迎金荷娜小姐、南优贤先生、肌肉珊珊以及彭小刀，欢迎。哇，珊珊在我旁边哎，跟上次不一样了哈。那我们来握个手吧。我觉得你是很重要的灵魂人物，你是那座桥，搭起那个友谊的桥梁，你很重要。那你先坐下吧，来，我们好来访问一下。首先，先请4位主持人跟大家打声招呼。第一位有请的是金荷娜小姐 Sky。 네, 안녕하세요. 시시살루스미다에서 스카이 역할을 맡은 김하늘입니다. 네, 오늘 이렇게 좋은 자리에 초대해 주셔서 너무 감사드리고 이런 자리에 와주셔서 너무 감사드립니다. 大家好，我是在西系三路思密达担任 Sky 这个角色的金荷娜，然后非常感谢今天的各位来到这里，也谢谢就是大家对我的邀请。好，谢谢 Sky。接着欢迎的是南优贤悠悠。 大家好，시시살루스입니다. 요요 난윤셴입니다. 반갑습니다. 네,
이렇게 오늘도 많은 분들께서 자리를 채워주셔서 진심으로 감사드리고 CC3루스입니다. 많은 관심 부탁드립니다. 大家好，我是西系三路思密达的悠悠男悠贤，然后非常高兴可以见到大家。现在看到在场这么多人来临，真的觉得非常的开心，也很感谢。然后希望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哦。一句客语还记得吗？一句就好。 신몽이 신몽이爱你 나의 언니 爱你的男朋友忘记了吗？8个月前才交过。爱你的男朋友。네네. 再说一次。爱你的男朋友。 나의 니까의 남편유. 很棒，没有忘，8个月前交过了。OK，Good job。OK， 接着欢迎的是肌肉珊珊。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西三路思密达的珊珊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西西三路思密达，真的是可能是全世界唯一的很棒的节目吧。对，你讲话好重，我没有不知道怎么接，但好看啦，真的很好看，很棒，真的很好看，很精彩。你10集都看完了吗？ 还没有，很想看。哦，好 ，OK， 来，接下来欢迎的是我们的金钟最佳主持人叨叨。嗨，大家好，我是这一次细细山路的很努力但不专业的小刀，大家好，欢迎叨叨。还记得哪一句韩语吗？韩语。你应该总要学到1-2句吧。 OK， 那就是表达爱意的方式呢，示爱的就是撒浪嘿，对不对？对。 我想请问悠悠有没有一句除了桑浪嘿悠可以更能传达心意的一句韩语，教一下我们的叨叨好不好？不然我们永远都会说桑浪嘿悠好像有点normal。 나는 멋쟁이입니다. 是什么？ 나는 멋쟁이입니다. 나는 멋쟁이입니다. 멋쟁이입니다. 입니다. OK， 好，就这样啦，就这样。什么意思，老师？我试着写哦。very handsome. Yeah, very handsome guy. 我很帅。我很帅啊！这算是一种示爱的方式。OK， 求偶吗？还是我很帅哦，这样子。好 ，OK。这是称赞自己很帅，说自己是帅哥的一句话。明白。所以你现在忘了，对不对？刚教完也忘了，没关系。来，我们回到你，你算是这个节目的开车担当，是整趟旅程真的在开车。其实必须要说，叨叨非常的重要，我看得很感动因为你是一个客家在地的大哥，你要 hold 住大家，凝聚大家的心，你成功的做到，真的金钟最佳主持人不是浪得虚名。听说你当初在看花絮的时候，有人告诉我。 你眼眶就红了，同时我还听到一个消息，整个10集拍完第10天，你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怎么了？是不是都大爆哭？有这回事吗？请分享一下。在整个过程中，其实一开始是非常紧张的，压力也非常的大，因为这一趟来的这3位韩国，他不是艺人，他们是明星。 那对于这次要走这个我们张之细路客家的古道这件事情，其实我知道很辛苦，我很担心他们会不会有什么不开心。因为老实说，在接到这个任务最一开始，我心里的想法是我想要当一个好的客家主人。但是我没想到从第1天一见面开始，他们就完全 放下了那个我以为的他，就是他们是用最真实的自己在参与这个古道走古道这件事情，所以让我变得好轻松。其实不是我有多厉害或什么，而是他们的投入让我非常感动。所以我们很快的在第2天、第3天感情就变很好。然后爬到第3天，我记得在一段的车上。 金荷娜就很突然说：“我好想继续爬下去。”第3天，他就说这个节目会有第2季嘛？可是他前面3天明明就累得要死的感觉。对，没关系，你不用等他翻译，你讲你的节奏，然后翻译老师会跟上你的节奏。 OK， 停。那
中间其实悠悠男优贤，他在一开始，我觉得整个过程中，我觉得男优贤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我觉得他非常知进退，非常厉害。就是说，在一开始我们大家还不够熟络的时候，其实他很尽力的在让大家熟络起来，然后让大家能够他会带领很多话题，让我们有互动，让整个气氛很活泼。然后当大家熟络之后，我发现他会一直让每个人有自己表现自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他非常厉害的一点。珊珊的部分要不要补充一下？珊珊，我觉得他从头到尾就是用一个最大诚意在跟我们带领我们，因为我们这中间我们又要学客家话，然后我跟珊珊是用国语在沟通，然后他们讲韩文，所以其实中间只要没有珊珊，这一切就是中断的。但珊珊是又要翻译，把我的客家知识，要翻译给他们了解，所以他自己还要做功课。同时他又要顾到现场大家的状态，超难。所以其实这趟整个旅程最辛苦的其实是珊珊。我觉得真的是珊珊，她很重要哎，因为你又要主持，然后又要翻译，但只有拿一份薪水，对吧？好辛苦哦。好，我觉得你很棒。我希望第2季的话，我们继续合作下去，好吗？愿意吗？好，等一下，愿意。好， yes. 期待了。刚刚有没有讲到你替 Sky 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呢？你帮他像把贡这个把杯，你记得吗？哦，没有，那个把贡是因为在客家文化当中，其实拜把贡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就好像我自己每一年过年回竹东。拜完祖先以后，我们是全家人20-30个人会走路去把贡。把贡其实就是我们的土地公，就是我们的土地公庙，就会走去那边拜拜，去跟他说哦，谢谢你一年的照顾。这个对客家文化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的一个仪式。这个故事就是啦，昨天我们有分享过，金荷娜小姐许愿说把贡可以让我的 IG 破100万吗？结果就推。结果50万是你说，对不对？你帮那个把贡，帮他跟把贡求说，可不可以那50万好不好？然后就是醒杯了。对，就是在节目当中，我们都是很真实的记录所有的细节。那大家就在想说，哎，那我们遇到把贡了，因为他们对那个把杯是很有兴趣的。就说因为可能在韩国没有把杯，韩国是不是没有把杯？没有。对，所以他们看到那个杯，他们就很有兴趣，然后我们就大家就去想，他想要把杯什么？好像是。我忘记是悠悠还是蓉蓉，跟他讲说，你把你的 IG 啊，是他们出的主意是吧？对，是他们出的主意，因为我们让金荷娜，你说，对，我们让 OK 姐来，我很快讲一下，就是好，他很晚才把他的 Instagram 打开，他总共只到现在哦，此时此刻他只追踪了9个人而已，很感人。对，然后所以他就觉得好像他的人数怎么不是他想象中的样子，来剩下请他好。Sky 来分享一下。왜 100만은 안 된다고 나왔을까요? 那个时候真的是出现那个杯是说100万人不行吗？那时候真的说100万不行吗？我觉得他是在讲一个短时间里面不行。但是50万是 OK 的，所以好不好？简单2句话，好好推广一下你的 IG， 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 IG 好吗？对大家喊话一下。 방송 나가게 되면 50만까지 갈 것 같습니다. 네. 对，悠悠说，如果我们的节目播出的话呢，就是荷娜小姐的 IG 一定马上会超过50万。肯定的，好吧？我们赶快打开金荷娜小姐的 IG 搜寻一下，因为开的比较晚，而且我要特别说，真的，她只有追踪9个人，但是9个人很少嘛，她不怎么追踪人，但是所有的成员，你啊、叨叨啊、悠悠还有俊荣，全部都被她追踪到了。 4/9就是你们了，可见他们感情非常好，对不对？好，我们继续走下去喽。好，金荷娜小姐贵为韩剧女王、韩国3金大满贯影后，第一次海外的主持节目就献给了西西山路思密达。当初发布会，你说你一度很担心自己的体力不堪负荷，希望这几个男士愿意给你爱的背你上山，但你最后是靠着双脚完成了这一趟旅程。 对你来说，留下什么样难忘的回忆跟收获呢？有请 Sky 荷娜小姐来分享。
처음에는 사실 진짜 제가 자연을 너무 좋아하고 여행도 너무 좋아하긴 하지만 이게 좋아하는 것만으로 될 수 있는 부분이 아니고 이렇게 제가 같이 멤버들이랑 같이 호흡을 맞춰서 혼자 뒤로 빠지면 안 되고 같이 해야 되는 거니까 너무 욕심은 나지만 혹시 제가 민폐가 될까봐 굉장히 걱정을 하긴 했었거든요. 그래서 절대 아프지 말자. 그래서 약도 정말 많이 챙겨오고 했었는데 근데 막상 같이 촬영을 하다 보니까 너무 그 체력이 힘든 것보다 너무 좋은 분들이랑 같이 좋은 공기를 마시고 좋은 음식을 먹으면서 같이 지내다 보니까 체력의 한계를 넘고 그냥 행복으로 그 한계를 넘게 되더라고요. 그래서 하루하루 가는 게 아쉬울 정도로 저는 너무 뜻깊고 행복했고요. 그리고 이렇게 같이 하면서 저희 막 비도 진짜 많이 맞고 그리고 아까 영상에서도 나왔지만 너무 힘든 순간에 이렇게 다섯이서 이렇게 누워 있는데 정말 같은 마음이라고 느꼈어요. 아 진짜 여기 오길 너무 잘했다. 정말 행복하다. 이런 기분은 내가 평생 몇 번이나 맛볼 수 있을까라는 그런 기분을 느꼈었는데 다 같은 마음이라는 게 가장 소중했었던 것 같고요. 그래서 저한테는 잊지 못할 정말 좋은 경험이었습니다. 其实一开始就是何娜小姐她本人是很喜欢自然也很喜欢旅行的，所以来参加这个节目。但是想到说她在节目里面要跟其他的成员们一起爬山，就是必须要配合大家，所以她其实真的很担心她自己体力不够，可能会造成大家的麻烦，所以她甚至其实带了很多可以就是补充体力或者是照顾身体的药去那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她感觉到就是其实不是只是需要体力而已，他们还在这个山里面就是感受到了好的空气，然后吃到好的食物，然后好像有一种超越体力负荷的一种幸福感在，甚至于在结束的时候还有很多的遗憾。然后在大家一起爬山的过程，大家有看到刚刚的花絮里面有躺在一起的那个部分嘛，对不对？那时候真的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一个心情的，然后真的觉得很幸福，而且觉得这样子的幸福是人的一生里面不可能会感受到很多次的那样子的幸福，然后觉得这一次的旅行真的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回忆，也是他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也是本节目的手工艺女王，因为的手非常巧，平常是有习惯在编织毛线那些手工艺的部分，可以补充一下吗？在问水茶说那一集。 제가 이제 촬영이 없거나 집에서 쉴 때 운동하는 것도 좋아하지만 뭔가 이렇게 조용히 하는 것도 좋아하는 편이어서 이렇게 뜨개질로 옷도 좀 만들어보고 목도리도 만들어보고 이렇게 하는 걸 좋아했었거든요. 근데 그런 게 도움이 됐었던 것 같아요. 이번에 좀 비슷한 것들을 만드는 일들이 있어서 되게 재밌게 만들었었던 것 같아요. 那其实何娜小姐在平常没有工作的时候，在家里休息的时候，她除了会做运动之外呢，她也很喜欢做一些可以自己一个人进行的事情。比方说，她可能也会做衣服啊，做一些编织啊，会做一些项链等等。可能因为本来就有这样子的经验，所以在这次的拍摄的时候也给了她蛮多的帮助。在拍摄的过程中，他们有做到一些就她平常会做的那样子手工艺的事情，让她觉得非常的有趣。哎，我们在访问金荷娜的过程，南友行先生，你在对谁就是抛媚眼跟比爱心啊？可不可以把它揪出来一下？就是不断的就是。My girlfriend。我女朋友。好会撩 ，My God！ 谢谢。女朋友在哪里？尖叫！哎，尖叫 손 들어봐요。 请举手，男朋友的女朋友请举手。请举手。好，允许你尽量对他们放电哦，犯傻一下。OK。刚刚有讲到，好啦。还在。남자분도 계시네。他说也要给男朋友。你说也要对你的男朋友，是不是？台长哎。台长。向圣言呢？他也对你比心了，是什么隔空的交流啦？干嘛啦？这个场合怎么变成这种来电50吗？哎，没有人看过来电50的吧？天哪，我讲了一个好老的节目，天哪 ，Oh my God，I'm sorry。我们回到正题，既然你是这个手工艺女王，你应该有看到其他人谁做的最烂的吧？揪出来，直接指出来，因为我看了节目，我知道是谁。
有人作弊，还一度作弊。你在做手工艺的时候，那个阿姨给你冠军，你是做的最好的。但是有一个人乱做，做了一个很奇怪、很抽象的一个手工艺，你还记得吗？问水茶寿那一集，你们全都忘了吗？8个月的时间重看一次好不好？好像是悠悠吧？对，是悠悠啊。有，他直接把它换掉。你们到时候看他那一集有多调皮，他直接乱做，然后还拿别人的说这是我的，还想要拿冠军。 No, magic. 没是他觉得那个是 magic。魔术 magic， 他真的好调皮，好可爱。我们回到这个何娜小姐，我有一个观察，昨天我有在见面会分享过，我发觉我看了4集节目内容，每一次她在吃美食的时候，都像在拍爱情喜剧，心花怒放，哈，好开心。但每次要到爬山的阶段，她就面部铁青，觉得像在拍惊悚恐怖片。你认同我的说法吗？那你做这2者的时候，你当下的心情感受是如何？爬山跟吃美食。 제가 약간 소리를 잘 지르는 편이에요. 겁이 조금 있다라는 편이죠. 네. 네, 그래서 약간 기쁠 때도 소리를 많이 내고 무섭거나 힘들 때도 소리를 잘 내는 편인데 제가 약간 콧소리가 좀 나거든요. 그래서 약간 소리를 지를 때 어떨 때는 기분 좋아 보이고 어떨 때는 좀 공포스러워 보이는 것 같아요. 네. 对，就是何娜小姐说，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容易发出声音的人，而且她其实也是一个就很容易胆小跟害怕很多东西的人，所以她不管是心情好的时候，她也会发出声音，然后她如果觉得害怕或者是辛苦的时候，她也会发出声音，所以你透过她的声音可以知道她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明白？你是不是有一道食物很喜欢，甚至超越了对你牛肉面的喜欢的程度呢？ 好像是一道美食，米气木，中文叫米湿木，对吧？米筛木。 네, 그것도 있고 저희가 이게 떡처럼 손으로 다 일일이 떡을 다 만들어서 그 국물을 육수를 내서 거기에 그 파기름이라고 그거를 이렇게 뿌려서 먹은 떡국 같은 한국으로 얘기하면 떡국 같은 요리가 있는데. 저 정말 많이 먹었어요. 너무 맛있어가지고. 对，他除了那个就是米苔木也很喜欢，米筛木也很喜欢之外，另外有一个好像他们在做一个用米做的，很像一个年糕还是什么东西，然后还有就是加入汤里面有红豆，是汤圆吗？汤圆是客家汤圆啊，也很好吃，摩西手游。 他说不是甜的，他说是一个就是客家的咸汤圆吗？哦，因为这一集我没看到，可能在后面的集数，对吧？对。但我知道他很喜欢吃的就是米苔木吧？是米苔木吗？米筛木、米气木。OK， 明白了。那我想问一下一个比较八卦的问题。老实说，你觉得4个小弟弟一起合作做节目，你觉得要选出一个暖男担当，只能一个哦？ 暖男担当，你觉得是谁？ 아무래도 저는 꼭 따지자면 다 따뜻하지만 우리 따오따오. 掌声 ！OK。何娜小姐觉得每一个人都很温暖，但是如果只能选一个人的话呢，她会选叨叨。哇，따뜻한 남자， 따뜻한 남자。 温暖的男人，你是温暖的男人。你不要想说金额娜选我。 悠也是选我，因为我是唯一仔的，对，要懂得，对，只有我是客家人，所以我一定要负责照顾好大家嘛。所以你真的做得很好，大家都认同。那珊珊也认同是叨叨吗？对，太感动了，每个人都会照顾，真是暖男担当。不过今天现场就不拱你对女神爱的抱抱，因为你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爱的抱抱了，对吧？到时候看了就知道。好，谢谢 Sky。那我们继续走下去，欢迎南悠贤哦。 梁悠贤呢？这一次的首播日2月8日，也就是你的岁数我就不讲，你的生日。昨天很多 Inspirit 为你庆生，你还成为了一个寿桃塔的王爷出巡的概念，然后来庆生。请问你当下感受如何？同时有什么话想要多补充对你的 Inspirit 说？
현장에 또 많은 팬 여러분들이 찾아주셔서 진심으로 감사드리고 날씨가 좀 쌀쌀했는데도 다들 또 생일도 챙겨주시고 저희 CC살로스미다도 많이 관심을 보여주신 것 같아서 매우 기뻤습니다. 네. 就是其实昨天天气还是有点凉，没有想到就是现场来到这么多的粉丝，真的觉得非常的感谢。然后他们为我祝福生日，而且感觉上他们也会就是观看我们的节目，觉得非常的开心。我觉得你可以说是这个节目的活力、体力担当。昨天我们有这个选这个谁是体力担当，你就是最高票。人家是用爬山，你是用跑的。到底你这一趟旅程留下什么样的難忘的回忆？最有趣跟最困难的又是什么呢？ 방송 이거 산 타면서요? 最有趣或最困难的部分。 재밌는 거 일단 제일 재밌었던 거는 첫 장면에 아까 잠깐 여기서 나왔는데 낫이 잠깐 나왔잖아요. 낫 이렇게 낫 이렇게 이거 풀들을 이렇게 쳐가면서 저희가 이 길이 하는 곳을 시작부터 길을 만들어서 출발을 했는데 그 장면이 전 되게 인상 깊었던 것 같아요. 他觉得就是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刚刚在花絮里面有出现过，那个时候有那个不存在的路，他们还要拿那个镰刀，然后来开路那样子。 네, 이게 산이 굉장히 매력 있다라고 느꼈던 게 이번에 등산을 좋아하시는 분들은 이 산을 오르면서 뭔가 자신이 힘들어하는 것을 이 산에다가 버리고 오는 건지 아니면은 이 등산을 하면서 뭔가의 성취감을 느끼는 건지 전 사실 그런 거에 대해서는 깊이 생각은 안 했고 이제 등산을 했었거든요. 其实他觉得山是非常有魅力的，但是不晓得其他的登山客怎么想。其他登山客是在爬山的时候呢，就是很辛苦，但是把自己的辛苦就是留在山上，或者是觉得爬山还有成就感之类的。他一开始在爬山的时候，其实没有想很多。 산을 이제 다 오르고 저희가 이제 마지막 회가 됐을 때쯤 깨달았던 것 같아요. 이 산을 오르는 이유는 정말 우리 인생이랑 뭔가 닮아 있구나. 내 인생과도 닮아 있구나. 길이 없는 길도 헤쳐나가기도 하고 길이 좁기도 하고 넓기도 하고 편안한 길도 있고 때로는 동굴도 있고 때로는 뭔가 신기한 것도 만날 수도 있고 뭔가 이 인생과 닮았다는 생각에 점점 어려운 산을 오를 때마다 제 자신감도 더욱더 높아지고 산을 오르고 내려왔을 때는 자존감도 되게 높아지고 기분도 되게 좋았고 정말 뭐든지 해낼 수 있을 것 같다는 그런 생각을 했던 것 같아요. 네. 那其实一直爬山，对不起，其实一直爬山爬到就是最后一集的时候，他才开始对爬山这件事情有所领悟。他真的觉得爬山的这件事啊，就是跟人生很像，就是跟自己的人生很像。然后那个路会有就是存在的路，有大的路，有窄的路，会有没有的路，然后必须要把它创造出来，然后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风景，还会有很多很新奇的、很神奇的东西。然后在爬山的时候，感觉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自信心会越来越增加，然后在下山的时候也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喜悦，所以他觉得爬山就跟他的人生的感觉一样。对，而且还自创了很多的爬山歌啊，爬山你是我的爱啊，还唱了你的 Only 前进。네네. Only 직진 너에게는 직진. 我们一路都在听他唱这个歌，很可爱，有动力往前，在前进。对，只有往前迈进，很赞很赞。 영감을 정말 많이 얻었습니다. 산을 오를 때마다. 예. 其实，在爬山的时候，真的得到了非常多的灵感。那你要不要讲这几位一起合作的感受如何？点一下他们是私底下怎么样的感觉？先从 Sky 开始。누나는 일단 너무 친 누나처럼 정말 사소한 거 하나하나까지 정말 잘 챙겨줘서 제가 힘들 때도 누나가 옆에서 뭔가 용기를 보태다 준 것 같아서 하면서 굉장히 편안했고 그리고
분위기를 좀 편안하게 만들어주는 그런 매력이 있으신 것 같아서 네 그래서 촬영하면서 내내 즐겁게 또 함께했던 것 같습니다. 네. 他觉得何娜真的很像他的亲姐姐一样，然后就是非常会照顾他，尤其在他辛苦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给他勇气。然后，而且何娜姐给人一种非常就是舒服的一种感觉，就舒服的感觉是她的一个魅力所在。 사실은 처음에 이제 봤을 때 누나는 좀 벽이 좀 살짝 느껴졌었거든요. 저는 완벽이라는 벽에 제가 살짝 부딪혔다가 예. 对，其实一开始就是看到何娜姐姐的时候啊，他觉得感觉跟何娜姐姐之间是有一个墙壁在的，就一个叫做完美的墙壁。 네, 근데 너무 잘 풀어주셔서 네 즐겁게 촬영했던 것 같고 따오따오 우리 형님은 너무 아까 말씀드렸다시피 너무 따뜻한 남자예요. 예, 예, 정말 제가 봤던 그 사람들 중에서 가장 따뜻했던 따오거 같은 매력을 보여주셔서 촬영장에서 저희가 그냥 뭐 혼잣말로 날이 너무 더우니까 빙수 먹고 싶다, 아이스크림 먹고 싶다는 혼잣말을 많이 하잖아. 아니면 뭐 망고 먹고 싶다 이렇게 혼잣말 많이 하는데 그거를 들으시고 오케이 사올게 이런 느낌으로 준비를 해주신 거예요. 저는 몰랐거든요. 나중에 이제 알게 되는데 그거를 다 몰래 준비를 해주셨더라고요. 전 제작진분들이 주신 것도 있겠지만 물론 근데 준비를 다 해주셔가지고 그런 사소한 면에 정말 감동 많이 받았고 예. 对，然后刚刚他最后还有一段是对何娜姐的，他说就觉得就是何娜姐把这个墙壁融化，让他可以跟他拍摄非常的开心。然后另外他再来就讲到刀哥，就他觉得刀哥就像刚刚所说的一样，他是很温暖一个男人，然后觉得是他是所认识的男生之中没有所认识所有人之中最温暖的一个人了。然后像是在那个拍摄的过程中啊，有的时候大家因为爬山很累嘛，就可能会讲自言自语说一些说哦好热，我好想吃冰哦，好想吃芒果那样子。其实只是自言自语，可是刀哥都会一一听进去，而且会偷偷为大家准备。当然，可能路程中吃的东西会用的东西，有些可能是制作团队准备，但后来他们才知道，有些东西其实是刀哥听到了他们的自言自语，然后就是为了他们特别准备，然后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哇，자상한 남자， 是很细心，然后就是很好的一个男人。 你那么喜欢叨叨，要不要干脆住他家好了？来台湾 long stay 好不好？而且你常来台湾啊，要不要？叨叨可以吗？我当然可以啊，但我怕吗？안 그래도 얘기했어요. 其实已经约好了耶。约好了吗？ 네, 놀러 가고 싶다고. 全都住他家 ，Sky 也是吗？全部人都来住我家，对，全部都一起去住叨叨家。哇，사장님 차도 저희가 한번 타보고 싶다고. 他还想坐你开的车。我随时好不好？他们几位在台湾都我负责。好赞哦！好，那就 네네. 제가 갖고 가도 되냐고 한국에. 차를 한국에 가지고 가도 되냐고 혹시. 他可以把你的车带到韩国去吗？随时，我待会那台车是不是？我现在车就在楼下，待会你就直接拿走。到底在觊觎什么东西？ 따뜻한 남자. 温暖的男人。哎，你刚刚到底有没有讲到珊珊？没有讲到珊珊吗？珊珊怎么样？要不要补充一下？ 산사는 정말 저희가 한국인 멤버였잖아요. 중간에서 정말 듬직하게 통역도 다 해주고 정말 본인이 할 역할도 있을 텐데 저희가 막 이렇게 얘기하는 것도 다 귀담아 잘 들어서 다 통역해주고 정말 든든한 예, 진짜 정말 너무 든든했어요. 산산이 없었다면 아마 저희도 되게 힘들게 촬영을 했을 것 같은데 산산 덕분에 정말 스무스하게 촬영을 잘 마무리한 것 같습니다. 네. 他也偷偷的发射。其实珊珊也是就是韩国籍的成员嘛，那他在中间他是担任一个非常就是可靠的一个角色。然后珊珊其实有本人自己需要做的事情之外呢，他会负责就大家之间的沟通。那尤其是大家语言不通，都是靠珊珊在做口译的。那如果没有珊珊的话，可能会更辛苦，因为有珊珊在，我们的拍摄才可以这么的顺利。 珊珊，你真的很重要。那悠悠，我就来问珊珊的部分，还是你要不要补充一个客家美食？你最爱的、最想吃，第一时间你现在最想吃的是什么客家美食？你吃到的，讲一个就好了。 하나만.
客家油葱啊， 다 맛있었어가지고 저는 可是 되게 都很好吃耶。有一个我记得你很喜欢，你一直在闻那个客家油葱，把它当薄荷棒在闻，在关西。 쉔차이? 튀김 前几集 아. 是吗？不 네네. 是。 그거 제일 좋아. 그거는 싸갖고 갈 정도로 한국에. 네. 对他真的很喜欢油葱，他想要买回韩国去吃。对吧？ 네, 시장에서 그거 저희 사러 갔었거든요. 그거. 네, 然后 그것도 근데 따오 그것도 사주셨어요. 그거를 那 선물로. 个他在市场看到，他本来想自己买，结果叨叨就赶快买给他做礼物了。 포장을 해줬어요. 포장을. 每人一瓶。每人一瓶，就是那个客家油葱。客家油葱。关西该片。对。关西那一场那一集，好都有带回去，有吃，可以带吗？那可以带吗？可以带回去。 어느 정도 소량만 이제. 네네. 就是不要带太多，少量的话应该没问题。哎，你叨叨真的好暖，你怎么这么暖啊？因为对我来说，这个是油葱啊，就是这个油葱是客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调料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喜欢，其实我是很开心。对，所以我想说，哦，那你们要永远记得这个味道。嗯，真棒，好暖哦。然后到时候大家一起住你家都 OK， 开你的车，用你的钱都可以。你会给他们零用钱吧？ 每天100万台币这样，我没有那么有钱，所以随便。OK， 加入喽，好不好 OK。 Long stay together forever in Taiwan， 耶，哈嘎。OK， 好，我们还有33了。33，我真的今天我在后台，我第一时间看到你，我就说你真的，西西山路思密达真的不能没有肌肉珊珊的存在。你也是贵为一个，你看观看人数2.3亿流量，93.7万的这个订阅人数。 其实你说你身为一个中间人，你怎么观察你4位同伴？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心情？听说你每天晚上都在，你要不要把你后台跟我说的说出来给大家听？就是我是中间人嘛，所以我的压力也其实蛮大的。然后我就是，我其实没有说过，没有和别人说过，但是我第一天的时候。 晚上就在床上哭了，真的？你们给他多大压力？没有，不是，就是我自己。 미안해. 미안해. 因为我想더 잘하고 싶어가지고 근데 잘 못하니까. 맞아요. 네, 그래서 就是有一点我自己想做好，但是做不好，那个心里的压力，对，但是从第二天、第三天。 刀哥，还有我们 Sky 姐姐，还有悠悠，还有龙龙，都为我支持。哦，珊珊，你真的很棒，珊珊괜찮아，就是每天都这么支持我，谢谢哥。然后就慢慢的我也放开了，就第3天、4天的时候，就我也随便翻译，因为他们也反正不会听懂。 所以我也是中间就随便翻译了，所以你也放松了，我也放松了，随便哪来啊？对不起，不要呢，老子搞得压力那么大，还哭了，随便你们。对，反正节目组也听不懂，对，所以反而越来越好看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开始随便了，反正你们也听不懂。好棒哦，那我们来随便的，来，太好笑了。你们听到这个，他第一天晚上哭，有什么话想要对他说？悠悠，你先说，给他秀。 저희는 진짜 몰랐어요. 전혀 몰랐고. 네. 我们真的不知道你有哭，真的不知道。 첫날에는 산산이 조금 좀 섬세하다고는 느꼈는데 그 정도로 또 이렇게 본인 스트레스를 받아오고 이제 저희가 눈치채지 못해가지고 지금 와서 좀 미안하긴 하네요. 예. 그때 저희가 빨리 알아챘어야 되는데 그래도 첫 만남이었어가지고 서로 이제 알아가는 단계였었어가지고 저희가 네. 그 뒤로는 저희가 그래도 산산에게 좀 편안하게 대하려고 저희도 정말 네, 열심히 했는데 같이 이제 좀 어우러진 것 같아요. 네, 중반기쯤에는 네, 맞아요. 对，因为其实一开始是的确感觉得到，就是珊珊她是一个很细心、很纤细的一种那样子的个性，但是也因为那时候才刚认识嘛，彼此都还是在那个认识一个过程中，所以真的那时候大家都没有感觉到，就是你有这么多的压力。然后现在知道呢，觉得非常非常的抱歉，但是也很开心，就是你之后有放松，然后其实大家都很努力，让彼此都可以放松，融入我们的那个活动嘛。
Sky 姐姐要不要献给他一句祝福，然后秀秀他一下？ 근데 저는 근데 사실 저희 멤버들이 다 사실 되게 진심이 있는 분들이어가지고 다 정말 따뜻해요. 저희가 따뜻한 얘기를 아까 했지만 다 너무 따뜻한 멤버들이어서 전 그냥 사실 마냥 너무 그냥 좋았거든요. 그래서 이렇게 스트레스 받고 있는지 뒤에서 엄청 챙기고 되게 속상해하고 이런 걸 제가 몰라서 그 부분이 좀 많이 미안하네요. 네. 미안해. 미안해, 선산. 네. 괜찮아. I'm sorry. 미안해. 맛있는 거 사줄게. 对，其实就是亨娜小姐她说，她在这个跟大家相处的过程中，感觉到我们每一个成员都是非常真诚的人。然后虽然我们刚刚说最温暖的暖男是刀哥没有错，但其实每一个成员都是非常非常温暖的人。所以那个时候真的不晓得，就是那个珊珊既然自己一个人在背后偷偷就是累积了这些压力，然后现在知道了，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抱歉。然后所以亨娜姐姐跟她说了好几次抱歉。 然后悠悠在旁边说：“我会请你吃好吃的东西的。” Oh yeah, yes， 你真的很重要的存在，而且还被李俊荣先生夸赞说，珊珊，因为他里面有跟李俊荣讲韩文，他说你的声线跟发音非常棒，很适合当演员。如果你现在许愿跟李俊荣先生一起来合演一档戏，你会希望是什么样的角色关系跟类型？也可以跟 Sky 姐，还有金荷娜小姐，有想过拍什么样的戏？ 角色关系吗？哇，24小时健身俱乐部第2季，很适合。也可以，或者是爱情剧，爱情剧也可以，或者是那种军人。军人，对，因为龙龙他 DP 上演得很凶凶的，演得很好嘛。嗯，那个，所以我觉得。你说哪一个军人？那个。 你说蓉蓉哪一部演得很好 ？DP 啊 DP 哦，对，那个电视剧的时候演得很好，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在军队上遇到的话会很好玩。那这个军队里面有金荷娜小姐吗？还是另一档？没有，就上面的有那个上面的那个前辈嘛，女性的长官。对，长官可以。那我们问一下 Sky 姐，愿意加入吗？ 저는 군대 드라마인데 그냥 제 동생인데 군대에 갔어요. 가서 준영이랑 둘이 자꾸 말썽을 피우는 거예요. 제가 누나한테 자꾸 제가 군대에 가서 그 높은 사람들한테 죄송합니다. 제가 제 동생이 이래서 죄송합니다. 약간 이런 드라마 재밌을 것 같습니다. 他觉得，假如说今天他真的参演这个军队的连续剧的话，他觉得他是那个龙龙跟珊珊的姐姐，然后龙龙跟珊珊进到军队里面之后，会一直就是闹事，一直吵架、打架，然后他的角色就要去军队去跟就是那个长官们说对不起，我的弟弟就是搞事了那样子。他可以当导演跟编剧了耶！哇！ 你还没有做过导演跟编剧吗？我觉得你好适合当自编自导自演，这个好厉害，这个已经构想好了。제가 상상하는 걸 좋아해서 네. 其实荷娜小姐的想象力是蛮好的。对啊，厉害。那我们期待合作。她刚刚说她每天晚上在哭，第一天晚上在哭。我很好奇，因为我看了节目之后，我发现你们每天吃了很多的美食，但是隔天你没有水肿，完全没有变胖。 你们当晚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隔天可以状态大勇？一定有做了什么事情？老实说，悠悠你先说，你应该有加强锻炼吧？不然不可能，你吃的食物量很大哎。하카이는 산을 타면은 절대 살찔 일이 없을 것 같습니다. 최고의 다이어트. 他说：“只要去爬山，一定不会变胖。爬山就是最好的减肥方法。”原来是这样，那你当晚在干嘛？你收工都在干嘛？ 밤에요? 밤엔 자야죠. 기절. 就是要睡觉啊，就是这样，晚上就是要睡觉。所以真的，大刀真的累到没有在办法做任何的事情了吗？那真的很累啊，因为我们每天都一大早啊，爬到天黑。 哇，对，然后天黑晚上我们吃饭也还要继续拍嘛，要拍吃饭啊什么。所以爬山跟美食真的取得一个非常的平衡点，对，也是这个节目非常重要的2个大元素之一。哦，所以无法再做任何事。 사실 자는 게 아니에요. 그냥
기절하는 거예요. 기절. 네. 他说其实晚上回去不是睡觉，是昏倒。 그냥 누웠는데 아침이네 이런 느낌으로. 네. 因为我们每天晚上回家，我们回去以后还要先写日记，写完当然就马上昏倒了。 바로 기절. 예. 对，写完日记就昏倒了。 还要写日记，而且还要画插画。我真心觉得还拍了那么多照片，有插画，有日记，还有拍了那么多照片。客家电视台希望可以出一本写真书，我真的觉得很值得，因为这些都是很珍贵的一个纪念。那这一季合作那么愉快，请问如果期待有第2季，并且愿意参与第2季的，请比个心好吗？那 do say。 好，加入喽！那我们拭目以待哦。第2季即将到来。不过在这之前，一定要好好来推荐一下，一人一句话推荐《西西三路思密达》这一季非看不可的原因。珊珊，你先说。西西三路思密达是我觉得不是一般的美食旅行节目，这个节目是人和人之间，还有文化和文化之间的一个慢慢的拉近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感动的，也有很多搞笑的部分，所以真的蛮期待。好，悠悠呢？ 네, 시시사로 씁니다는 마치 인생 같습니다. 네, 그러니까 여러분들 보시고 저희랑 함께 건강, 그리고 희망, 사랑, 용기, 우정, 네, 문화 이런 거 다 같이 느끼셨으면 좋겠습니다. 항상 건강하십시오. 对，我觉得西西三路思密达就跟我的人生一样，然后希望各位观众可以看着我的人生，然后跟我一起获得健康、希望，然后爱情、勇气、友情，还有文化，然后祝福大家都身体健康。那 Sky。 정말 재밌는 드라마를 보면 끝이 오지 않길 바라잖아요. 끝에가 너무 궁금하긴 하지만 마지막이 오질 않길 바라잖아요. 그만큼 저희 프로가 그렇게 재밌는 드라마 같은 느낌이 저는 들 것 같아요. 그래서 끝으로 갈수록 어떻게 될지 너무 궁금하고 끝나지 않았으면 좋겠는 그런 멋진 프로이라서 기대를 많이 해주셨으면 좋겠습니다. 大家如果看到非常精彩的连续剧的时候啊，一定会很好奇，就是连续剧的结局是什么。然后当结局真的来临的时候呢，又会觉得说啊，希望它永远不要结束。何娜小姐觉得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就跟一出很精彩的连续剧一样，它会让大家就是带来就是对结局的一个好奇，然后真的在结束的时候，一定会有一种不想要结束的那种遗憾感。叨叨，我觉得西西三路思密达最 值得大家看的就是从韩国的明星的角度去整整融入10天，去体验所有客家的文化、在地的文化。那我觉得那个冲击跟变化是会让所有的观众得到一些灵感、一些想法跟感动的，所以我觉得很值得来欣赏我们的西西三路思密达。介绍的真好，但不能免俗。最后，因为快要过年了哦。 一人一句客语的吉祥话，跟马有关的，我带你们。叨叨你先一句，我们先拍咯。一马当先，人马动线，以马动线，引马动线就是一马当先的意思。以马动线，台长对吧？好 ，OK， 再来，马力全开，我 Q 33，马力全开，马力全开。 可以再一次吗？真的很烂哎，对不起。再一次，骂李圈快，骂李圈快，谁惹你？谁？好，没有，好，没有开玩笑。你尽力了，你尽力了。好，再来，马到成功，我 Q 一下金荷娜小姐。骂斗心共，可以吗？骂斗心共，骂斗心动，马到成功，祝福，很赞。最后。 马上有钱，马上有钱，马上有钱哦！祝福大家，谢谢大家，三路思密达，谢谢，祝大家新年快乐，也敬请记得2月8日准时看首播，也为悠悠庆生日快乐，谢谢。那谢谢4位，再次热情掌声，谢谢金荷娜小姐、彭小刀、吉友珊珊以及
南悠贤，谢谢四位，谢谢大家，Thank you，谢谢。这边请新梦一，大家稍等一下，今天记者会在此告一个段落，稍后会再回到现场进行电子跟平面媒体的联访时间，大家请稍后一下，让艺人先休息补个妆。那么在这之间，来补充讲一下，2月8日起呢，每周日晚间8点钟锁定客家电视台首播。当晚9点锁定中华电信 MOD Hami Video 以及 Live TV 上架。2月28日起，每周六晚间的6点钟锁定3立的国际台，当晚的10点钟锁定3立